隔籬蓋起高樓大廈，然後向買家打廣告，快啲嚟買啦！我哋隔籬就係華中迪士尼，將來呢度係旅遊勝地，房價一定翻倍。好多無辜嘅老百姓以為自己買到了升值潛力無限嘅樂園房，砸盡了一輩子嘅積蓄付首期。開發商通過賣樓，喺短短2-3年內就把資金套現走人，賺到盆滿缽滿。至於嗰座作為道具嘅主題樂園呢，開發商隨便蓋一堆劣質嘅遊樂設施，湊合着開張，算是向政府交差。等住宅賣完咗，開發商嘅資金鏈一斷，或者乾脆把樂園公司申請破產清盤，把這個大爛攤子直接甩給地方政府，甩給社會。江西呢座華中迪士尼嘅鋪位根本不可能靠賣20塊錢嘅蛋撻或者奶茶嚟交租。呢個就係點解銅鑼灣、尖沙咀嘅頂級商鋪租金會暴跌95%嘅直接原因，因為支撐高租金嘅爆買型旅客已經不復存在。第三大改變係商業模式嘅轉型同電子商務嘅全面滲透。在過去幾年，淘寶、拼多多、美團等內地電商同生活服務平台喺香港嘅滲透率越來越高。香港人依家買家私、買衣服、買生活用品，甚至連買每日嘅蟹菜都可以喺手機上一鍵搞定，直接送到樓下。傳統實嘅租金逼死有心經營嘅小店。如果新一代嘅從業者對呢份工毫無自豪感，咁香港燒味恐怕真係會徹底走向死亡，最終只能留在老一輩人嘅記憶之中，或者變成博物館裏面嘅歷史名詞。不過喺呢片看似絕望嘅迷霧之中，係咪真的完全沒有一絲曙光？其實又未必。雖然大環境好惡劣，但如果大家細心去發掘，喺香港嘅某些深水埗路街、元朗嘅舊墟，或者是一些隱蔽嘅街坊街市入面，依然有一班默默耕耘、堅守傳統嘅有心人。呢班師傅可能已經60幾歲，甚至70歲，佢哋大半生都奉獻給了這張砧板。佢哋經營嘅店鋪可能無幾橋咧幾十塊錢、幾百塊錢，就理所當然可以對前線服務人員頤指氣使。他們帶住雞毛蒜皮嘅小事去刁難員工，只要員工有一絲不合心意，就立刻拿出手機進行精神恐嚇。你咩態度？我而家就影你相，我擺上連登，等全香港人公審你，等你想執笠。這種網絡霸凌嘅風氣正在慢慢毒死香港餐飲業最後一絲人情味。試想想，當一個50幾歲、每天佔立10個鐘頭嘅老員工，每天工作時都要戰戰兢兢，害怕自己哪一句話說得不夠完美就會被發到網絡上遭遇全城痛罵，他怎麼可能還會帶着由衷嘅笑容去服務客人？當一間餐廳嘅老細每天醒來不是在研究點樣做好食物嘅品質，而是股資本巨浪逼到走投無路，連最後嘅生存空間都被壓縮到極致。今集我就要同大家由頭到尾好好剖析呢件事，到底呢間大陸電商巨頭點解要喺呢個時間點不惜代價揼40億殺入香港？佢哋背後嘅商業算盤係點樣打嘅？呢場連續3日嘅全場8折狂歡，又係點樣將香港人嘅消費心理玩弄於股掌之中？而最重要嘅係，當資本嘅巨輪碾壓過後，香港本地小店同實體零售業嘅命運又會走向何方？我哋先嚟回顧返呢幾日發生嘅誇張景象。如果你呢3日有打開過社交平台，或者同朋友食飯吹水，幾乎所有話題都圍繞住呢個電商平台。佢哋今次生活品質，什麼樣的心情去度過每一天？如果在香港，你需要為了高昂的租金、擁擠的空間、昂貴的醫療和漫長的輪候時間而每天焦慮不安，這樣選擇跨過深圳河，用自己在香港積累下來的財富，在深圳換取一個1000尺的居住環境、無微不至的護理照顧、豐富多彩的社交生活，以及方便快捷的醫療保障。這種選擇不僅不是一種妥協或生活極具縮智慧，反而決定不是一種妥協或退征智慧。香港賺錢內地屎，深圳養老過得瀟灑。這句話不僅僅是一句口號，而是10萬個已經在深圳定居的香港長者。好耐嘅港人就話呢班人其實係有做賊嘅，佢哋朝早9點幾就開工，分佈喺佛堂、羅湖、深圳灣呢啲大關口，甚至連龍華區嗰啲熱門商場都見到佢哋嘅影蹤。佢哋每日嘅收入，情誼多過你同我辛辛培苦返一日工。
有個2026年初嘅報組，甚至認到呢班鬼地黨收工之後，竟然係去附近啲酒樓飲茶，甚至係攞住部最新型號嘅手機喺度掃錢。你話係咪令人心寒？我哋嘅善心竟然變成咗人哋發財嘅工具。再講多少少佢哋嘅變種招式，除咗鋪局，而家仲有一種係攔路鬼，佢哋會喺一啲比較窄嘅行人路或者係商場嘅落客位，突然後下次北上唔會再做水魚，而係做個精明嘅包膜達人。講到豬內鬥物，大家第一時間一定係為起山姆。冇錯，第一間要介紹嘅就係樓最前山嘅山姆會館生店，呢度簡直係港人北上嘅朝聖地。如果你係喺2020年或者2025年先開始玩港車北上，你一定會被山姆嗰種美式沖草式空關嚇親。呢度唔係普通超市，係一個大型倉庫。入去之前，你要記住一定要有會員卡。好多人話260蚊人民幣一年會費好貴，但我同你講，如果你好似我咁屋企又大又細，或者經常要招呼朋友，呢筆錢你擺兩轉就賺返嚟。戶口方便扣繳水電煤費用，收取內地醫保報銷或進行日常轉賬。現在香港的多家銀行都提供了跨境開戶服務，長者不用親自跑去內地，在香港的分行就可以辦理內地的銀行戶口，非常方便。第三就是心態上的調整，雖然深圳和香港很近，文化也相通，但始終是兩個不同的行政區劃，在某些行政手續、法律法規、醫療保險流程上面，依然存在一定的差異。長者在出發之前，最好先做足功課，或者通過香港的工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等機構，了解清楚最新的居住證申請到智能化同人性化嘅設計。例如，好多養老院嘅房間都鋪設咗智能感應地板，如果老人家喺夜間唔小心跌倒，系統會喺3秒鐘之內自動報警，通知值班護士房、床頭、洗手間都裝有緊急呼叫按鈕，甚至連床墊都帶有生命體徵監測功能，可以24小時監控老人家嘅心跳、呼吸同睡眠質素。在環境方面，深圳的養老院很多都擁有獨立的綠化園林，佔地幾萬尺甚至10幾萬尺，裏面有人工湖、亭台樓閣、無障礙散步道。比起香港那些從舊商業大廈改建，連窗戶都沒有多個的私人安老院，隔籬蓋起高樓大廈，然後向買家打廣告，快啲嚟買啦！我哋隔籬就係華中迪士尼，將來呢度係旅遊勝地，房價一定翻倍。好多無辜嘅老百姓以為自己買到了升值潛力無限嘅樂園房，砸盡了一輩子嘅積蓄付首期。開發商通過賣樓，喺短短2-3年內就把資金套現走人，賺到盆滿缽滿。至於嗰座作為道具嘅主題樂園呢，開發商隨便蓋一堆劣質嘅遊樂設施，湊合着開張，算是向政府交差。等住宅賣完咗，開發商嘅資金鏈一斷，或者乾脆把樂園公司申請破產清盤，把這個大爛攤子直接甩給地方政府，甩給社會。江西呢座華中迪士尼嘅鋪位，根本不可能靠賣20塊錢嘅蛋撻或者奶茶嚟交租。呢個就係點解銅鑼灣、尖沙咀嘅頂級商鋪租金會暴跌95%嘅直接原因，因為支撐高租金嘅爆買型旅客已經不復存在。第三大改變係商業模式嘅轉型同電子商務嘅全面滲透。在過去幾年，淘寶、拼多多、美團等內地電商同生活服務平台喺香港嘅滲透率越來越高。香港人依家買家私、買衣服、買生活用品，甚至連買每日嘅蟹菜都可以喺手機上一鍵搞定，直接送到樓下。傳統實嘅租金逼死有心經營嘅小店。如果新一代嘅從業者對呢份工毫無自豪感，咁香港燒味恐怕真係會徹底走向死亡，最終只能留在老一輩人嘅記憶之中，或者變成博物館裏面嘅歷史名詞。不過